喺而家嘅地緣政治同埋關稅挑戰之下，港企北上發展嘅空間仲係好廣闊㗎。但前提係一定要從傳統模式入面跳出嚟。過去嘅低成本製造已經唔係長久之計啦，企業一定要將升級轉型視為生存嘅關鍵。香港企業應該善用大灣區嘅龐大內需同埋完整產業鏈優勢，專注喺高附加值業務，例如研發、品牌創建同埋智慧製造。其中，香港喺科技、醫療同埋專業服務領域嘅優勢尤其突出。香港嘅科研實力同埋國際醫療標準，正好可以同大灣區嘅製造業同埋龐大市場相結合，實現互利共贏。隨住企業出海浪潮興起，香港可以憑住佢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，擔當內地企業通往世界嘅超級聯繫人嘅角色。受惠於施政報告引進來走出去嘅策略，香港可以利用佢穩健嘅法制、自由資金流動同埋高質素專業人才，協助內地企業進行跨境融資、風險管理同埋合規諮詢。咁樣唔單止有助企業順利拓展東盟、中東等嘅新興市場，更加可以為香港創造可觀嘅服務費收入同埋高增值職位，鞏固佢國際金融樞紐嘅地位。